在东京拍运，咱台湾头摆有电视转播，民众也关注也增加不少。事实上，台湾代表团早伫1992年就开始参加拍运，因过也捌有摕奖牌好成绩。不过，同款是代表国家比赛，拍运选手的奖金只有奥运选手的1/4，也无专门的国家训练中心。假日店内满满的运动奖牌，这是今年拍运的奖旗官杨传辉的掠领点。杨传辉国校开始练电竞，毋但摕过国际赛走100公尺的金牌，目前也是男子 T11级跳远的亚洲纪录保持人。但过去参加比赛，其实定定是训练兼掠领。国家一讲，进前2000即摆疫情进前，阮亚运和奥运的集训费，一班的集训费，当有3个月尔，所以平均一工400块，我感觉足困难的。那练习、那探索费，是目前大部分身心障碍运动员拢会拄到的问题。除了烦恼生活，其实若有比赛要集训的时阵，场地也着四界悄悄。平常阮就是爱对静宜大厦坐2点外钟的公车去到台湾替代啊，去遐训练2点钟了，还佫坐2点钟的车回来。其实资源上，感觉真正足少的。也毋过选手就多啦，无可能伫比如台中设一个中心嘛。那台北的选手可能说哦，我好累，我要跑到台中去。高雄也是一样啊。当然，这样子比较不大可能啊。你上届无讲有一个场地，互因家己有法度伫个袂去甲人有牵赖的真安全的运动，咱就无一个专属的场地啊，因为讲来讲就是无支持啊。尤其拍运选手用同款强度的训练，有的选手的程度并无适合一般选手。你进前啦，拢讲阮是一般就是福建的运动啊。2016年的时阵，目睭无看1级的1500公尺，阮前4秒佫走比迄班的奥运金牌较紧啊。我们也希望说，我们的选手能这么高水准的竞技水准，可以参加奥运，这是我也是很期盼的。拍运参奥运属于更顶级的国际比赛，拢是专业竞技。但是拍运的资源、受训制度，煞甲奥运袂得比。政府毋知是用什么态度，毋望选手摕到好成绩。记者杨淑晴、谢桂林台中台北采访报道。